可以啊，这大家平安。平安。咱做起立会所，咱做起立哦。哎呦，就是歌直接来学来敬拜咱的主。我主我的心，我主我的心无你，我主我要面对，日日主甲听叹，我亲像你，你谢谢你教万岁。我主我的王，我主名，奉献我的罪。耶稣，主耶稣，献我心乎你。耶稣，主耶稣，献我一心乎你。我主，我真爱敬拜你，我心属于你的歌。我当完全我个坚信今后，我爱有你来宾。我要保佑你的更加稳定，你教我记你的名。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
咱所领受的恩典来献上咱的感谢。咱搁一面来省察咱有行合主无欢喜的咱来悔改。咱用主的话、圣经话做伙来宣告讲：你着用感谢岁节献予上帝，好着对世权的谢你的愿。你若用感谢献做节，就是应该我。谨慎行的人，我要予伊看见上帝的救恩。了我，求你予阮活转归你，阮就活转。求你换成阮的天像早时一样。咱要伫今仔日这感恩节感恩的节期，咱孝顺过去上帝予咱的这个恩典。毋是干那今仔日感恩节主日就咱感恩逐工拢爱感谢，拢爱学乐。咱看去咱的中间有上帝无欢喜的救主来帮助咱，会通伫遮来改变重新伫主面前来活倒转咱同心来祈祷，开声来祈祷，来恳求，来感谢。悲悯永远的天父上帝，你的恩典高额，互阮无论是顺境逆境，阮会通伫遮来靠着你所给天的规律，面对阮的软弱，面对阮的人生的路途。主，你供应高额阁有剩，欠缺时你补助阮，软弱的时你互阮有高额困难，互阮迷路的时你带阮倒转来。愿主，你来束缚阮，帮助阮。会通时时抓牢你的恩典，无偏左，无偏右。祈祷感谢，靠耶稣叫圣名，阿门。请坐。咱也要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城市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伫遮来宣告讲：摇我，求你毋通离开我的规律。求你紧紧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神魂脱离刀剑，救我的性命脱离狗的类的势力。咱要为着国家城市来祈祷，最近为着猪啊，为着牛啊啦为着兑换的问题，为着这个调剂咱的疫情，咱看全世界拢一直咧搁严重起来咱的台湾还阁有上帝的保守，不过12月开始12月开始就会讲8大场所，毋是8大行业啦8大场所8大类话讲咱到8大行业，我讲毋是8大行业8类咱伫即个宗教类内底，所以过来咱来入来爱看喙暗爱挂喙暗阮伫顶面带可能爱有距离不过斗阵的时，咱着爱家己保护这若无讲对3000发到10000户安尼所以咱为着这疫情为着咱的执政掌权的咱知影立法院嘛，逐工吵吵闹闹安尼咱求上帝来帮助，互咱的执政掌权阁有内忧内忧阁有外患就是中国来阁有一寡这经济问题咱为着这来祈祷，较要紧咱的执政掌权，咱的百姓会通信耶稣啦，会通认捌上帝，只有上帝会通保护咱台湾的安全，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愿互恁来祝福台湾这个土地，保护阮脱离强权的手，离开这
限。主啊，阮恳求你来帮助，互阮面对着这个纷争，面对着压迫，面对着这个威胁，主你叫阮脱离歹人的手，互阮主你得到平安，得到你所收取。主啊，阮也恳求你帮助阮调野的和谐，阮我靠你，是我靠这个世界的强权。愿主你来所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特别上帝，感谢你，因为有你的恩典，你的保护看顾，所以互台湾面对全世界流行的瘟疫的中间，因为你的恩典，互阮会通无亲像外国遐尼严重，总是让阮有谨慎面对这个看袂到的疫情、瘟疫，互阮会通闪你，也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你的保护看顾拢平安，面对对方强权的威胁压迫。阮徛起伫这全世界的地球村，阮犹原受到拜天。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这个世界性的，也是区域性的，阮犹原会通得到主你的帮助，行出一条新的路。愿主来所帮助，互台湾执政掌权的每一个百姓拢会通知影，我靠你，才会通平安过日。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也要继续为着咱的心灵需要医治，咱来祈祷。用主的话出来宣告讲：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面前，我就无忧伤。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圣灵拄着朽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咱为着即几项心灵，咱的身躯，咱的家庭、婚姻感情，疫情咧冲击咱的事业工作，还佫有就是咱的学业，囡仔的课业，人际关系，这拢需要主会回应拢需要主的同在如果你若伫即几方面有需要为咱来祝福祈祷的，你通原地徛起来，互咱同工会为着你伫遮来服侍，也是你坐咧，也是徛咧，拢会使咱做伙来祈祷。如果你若需要，你就徛起来，同工为你来祈祷。哈利路亚。你讲囡仔劳苦担当，但会通到伫你遮，你就要互阮来得到安息。愿主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有好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来亲近，来恳求你的同在，医治供应，也帮助阮人甲人、人甲上帝中间有好的关系。主啊，帮助阮拄去做遮个太害影响阮甲你三甲亲近的，阮常常会通伫遮来恳求祈祷，借着你的话帮助阮，会通领受你属天的恩典，
拖伫遮黑暗关系束缚。你的神伫倒位，倒位就阮得到自由。愿主所甲阮三同在，基督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礼拜来守望来祈祷，用主话做来宣告讲：耶和华，我要求救你，我的相伴，毋通无要听我。若你对我情真，我就亲像日暮的人一样。我求救你，让你的死生所举手的时，求你听我恳求的声。咱为着咱个人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吼，单独会主就讲每一日咱会同在遮会主读上帝的话，每一日会通了解伊的真理。咱对即礼拜开始有人捌以后真理的课程。咱即摆医疗关怀嘛是市立图书馆遐伫服侍服务吼。即礼拜祈祷见证会，拜三的祈祷见证会吼，咱做伙来参加，听看兄弟姊妹安怎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后咱为着第三区副长、小组长所有的组员会通做伙来参与吼，因为为即摆小组毋知是较惊还是安怎咱恳求上来帮人有小组的生活，彼此的才会组织代祷愿主来祝福你家己拄着的困难的时阵，会通透过小组彼此的代祷甲扶持咱会通做伙伫遮来仰望上帝，做伙来经历伊的恩典。咱做伙起立咱伫遮来祈祷，做伙起立。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阮做伙伫遮来俄罗来敬拜，愿主你手术对你来圣神来帮助阮，明白你的真理，照你话来行，互阮拢会通领受你伫圣经内底所要对阮的应允。透过礼拜，互阮通来到你身边宝座前，知影你的心意，知影安怎来恳求，也通正做伫你甲世间人即个好好和睦得到福气的管道。阮也要做伙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名圣，你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的后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当恁着甲上主亲密，就会得到平安。安尼福气要临到你，当着承受伊喙内的教示，将伊的话藏伫你的心，归五全能的，你就得到兴起。兄弟，咱只是要用欢喜的心来感谢、来呵乐咱的主上帝，因为伊是将恩典赐予咱的主。上帝的恩典是要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现在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来称义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来称义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予咱，
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人，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人，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感谢主，也说今仔日是感恩节，咱除了要感谢咱身边遮的亲人朋友以外，咱搁较爱来感谢咱的上帝，因为伊所赐的平安甲恩典，要日日甲咱同在，甲咱徛起。阿妹吗？咱只是对头，搁来唱一遍。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人，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人，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人，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人，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人，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多人，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哈利路亚！感谢主，主是赐予咱恩典的主。听这车坐。主将伊的恩典赏赐予咱，咱会通一生倚靠来跟对主，加做主的门徒，搁较爱来活出基督的款式，用咱的一生来见证主的疼。咱用较无的心来唱这首诗。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口的心，让我毋茫行落去。
专心来仰望主，耐心来听候咱的主。主所赐的一切恩典，是会超过咱所求讨的，所以咱都爱专心来倚靠听候咱的主。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来到主是阮保证，阿你灵命稳定到我耶。我要进来听候耶和华，是首歌你难提歌，你也是称赞你信心，你才是有你的主爱。只有那些我的酒伴，我的亲友，我的关爱，你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归你来。我要进来听候耶和华，是首歌你难提歌，你暗示称赞你信心，你才是有你的主爱。我要听专心，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来到主是阮保证，阿你灵命稳定到我耶。我要进来听候耶和华，是首歌你难提歌，你暗示称赞你信心，你才是有你的主爱。只有那些我的酒伴，我的亲友，我的关爱，你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归你来。我要进来听候耶和华，是首歌你难提歌，你暗示称赞你信心，你才是有你的主爱。只有伊是，只有伊是我的酒伴，我的亲友，我的关爱，你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归你来。我要进来听候耶和华，是首歌你难提歌，你暗示称赞你信心，你才是有你的主爱。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你用你的恩典真做盾牌，四面你来固守阮。拢是有当时阮无法度感受到你的同在，因为阮离开你，无法度感受你所应允的神
徛起伫阮的内底，求你帮助阮，小使阮有信心，因为你有你的时甲你的期，我们伫遮用信心来等待来听候。愿主来帮助阮，透过你的话提醒阮，透过阮的祈祷，对阮来显明你的心意。亲像暗暝咧等待天光，阮犹原会通等待看到主你的光正义伫阮的生命内底。较要紧是阮仰望是较永远伫天里你所有阮美办的。愿主你来说，我伫礼拜中间甲你有好的沟通，会通对你的话来得到帮助，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感谢，靠耶稣求圣名，阿门。请咱共同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咱要唱2.5个加尾声，请咱起立做来吟。天父恩典真正大，因你的恩泉，无论苦难也平静，伊拢会做伴。咱着少年伊的恩，因你的付出，好在的感人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愿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了你，感谢你伫万百姓中间拣选阮，伫罪恶中间拯救阮，听阮，搁将阮看做宝贝。感谢你每一天甲阮同在同行。每一天供应，搁养饲；每一天看顾，搁保守；每一天带领，搁引带。感谢你每一天帮赞搁祝福。今仔日是感恩节，搁一遍来激励阮的内心。主阮活着就是要你予阮的恩典。
阮活着的时，袂当来忽略了你的感恩。感谢你，小使阮才会空气、日光、雨水才会食物，互阮的性命通得着活。感谢你，互阮也会通有这个读圣经、祈祷、敬拜生活，互阮的灵性通得着成长。当阮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所犯各样的不义。恳求天父，你照着圣囝耶稣基督宝血来清去阮的灵魂体，求阮会通脱离这个凶恶，脱离污秽、黑暗、软弱、惊吓，甚至阮的骄傲甲嫉妒，互阮会通倚靠耶稣基督来得胜。特别上帝，咱愿你的慈悲甲怜悯，光照伫阮每一个囝儿的身上。感谢你伫阮软弱的时，你是阮的力量；伫阮孤单的时，你是阮的陪伴；伫阮无助的时，你是阮的帮助；伫阮失败的时，你是阮的光；伫阮失丧的时，你是阮的拯救；伫阮绝望的时，你是阮永远的盼望。主啊，伫几日的中间，阮几位阮的肢体来施食，把阮恳求主，利用你的话帮助这为主，刺激因哀伤的目屎。主啊，阮知阮一生倚靠，就是你所予阮的盼望甲快乐。你是阮永远的上帝，伫你的内面，阮要享受真正迄种的平安甲喜乐。恳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会晓将根基建立伫信靠耶稣基督坚固的石盘顶面，互耶稣基督成做阮家己本身、阮的家庭、教会、社会、国家，甚至全世界的主。帮助阮，以愿会通成做一个守望者，不但会晓为着家己、亲人，甲囡仔有需要的人来祈祷，搁较会晓为着福音的讲团甲教会的需要来守望。常常祈祷，随时祈祷，不住来祈祷，互阮会通成做一位祈祷、服侍甲上帝有和谐美好关系的人。伫主的厅内面，彼此来分享，彼此来勉励，彼此扶持。伫你的厅内面，同齐来成长。主答阮要为着即礼拜，今仔日有需要真理的课程。甚至即时也有医疗关怀，才会同工伫遐来为着你服侍，恳求你掌权，求出你帮助因所做。愿即个拜三见证会，主啊，求你会通感动搁较侪兄弟姊妹出来做伙分享你伫因的身上所做的奇妙作为。我来要为着第区长张富春长老来祈祷，第3区的小组长段荣永康来祈祷，主啊，帮助因所服侍这小组，拢通互因有聪明的智慧来带领，帮助所有组员会通透过逐工读圣经，甲主来三斗阵，拍开心门，甲主连接，凭着因的信心，仰望上帝的带领甲保守，帮助所有组员，无论是因的工作、经济、因的身体、家庭，种种的问题，由上帝你加添互因信心。透放所有压力、甲捆绑，享受祝福、平安甲喜乐伫咧心上。主，当阮即时伫咧面前，同心合意，献上阮感谢恳求祈祷，是倚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请坐。这是咱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伫圣诗后面第23诗篇96篇，23篇诗篇96篇，献着咱做伙来启应。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
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就去传播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就对万民讲伊伟大的主，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较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好上主创造者，尊贵甲威严包围伊，万人甲人跟充满伊的圣善，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荣耀甲权力归予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就把证明伊的名义，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全地就伫伊面前，最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最好，世界坚固无摇无动摇，伊要用公义心化，天着欢喜，地着快乐。海角迄内面的欢喜拢着出大声，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就拿来的厝仔拢要伫伊面前欢喜唱歌，上主得来啦，伊要来审判公义，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伊要用信心审判人。下面咱要请萨克斯风来献诗。
下面咱要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4章第1节到27节。使徒行传24章第1节到27节，无共款的版本的页面，请咱看银幕顶头。现着我来读24章，犹太人告保罗5日后，祭司头阿拿尼亚甲几若个长老，甲即个辩护自塔托罗落来，对总督告保罗。保罗受调，塔托罗就告伊讲：菲利斯大人，愿对你得到太平。 佮对你的先见，即国的百边得到改正，逐时逐所在，愿承受伊来感谢无煞。但毋敢延前你伤久，求你宽容听阮几句话，因为有查出即人亲像瘟疫，伫天下升起扰乱，做拿撒党的头目。 连圣殿伊也要拍拉伞，阮就掠伊，你家己审问伊，就阮所告伊逐项的因端会较实在。犹太人同声告伊讲，代志实在是安尼。保罗为家己分诉，总督点头甲保罗讲，伊就应讲。 我在你做即邦国的审判师侪年，所以欢喜分诉家己的代志。你会知，我从耶路撒冷敬拜到呾，不过12日，因袂捌拄着我伫殿内甲人辩论，也是扰动众人，就伫会堂也无，城内也无。佮现在伫所告我的事。 因拢袂话对你显出证据，独独一项，我对你认，就是因所叫做激动的路，我照安尼来服侍列祖的上帝，佮信隆重合伫律法的，以及记载伫先知的册个，佮对上帝有仰望，就是无论义人甲不义的人，要拢过我，这也是因家己所伫心目的。我伫即个家己练习。 就是对上帝、对人，常常存无亏负的良心。打过几啊年，我倒来是要真济本国，甲献礼物。得献的时，因拄着我伫殿里已经迁去，并无结归群，也无喊话。只有几若犹太人对亚细亚来的，因若有通接罪我，就应该来伫你的面前告我。 也是伫遮个人，若看见我徛伫公会面前有甚物不义，也因着家己讲，即使有，也不过是一句难听，就是我徛伫因中间叫讲，为着死人国外的事，我今仔日伫你的面前受审判。菲利斯本详细在关涉即个路的事。 就因前因讲，千种路西亚落来时，我就要审断恁的代志。对安尼命令8种，固守保罗，也放宽伊。伊个人若来攻击伊，拢无得阻挡。菲利斯留保罗伫家呢，过几若日，菲利斯甲伊的某托谢拉是犹太人。 三甲来就调保罗，爱听伊论信基督耶稣的道理。保罗议论公义、正直，甲将来的审判。菲利斯不知惊，应讲：担请提去，有利便的时才调你。伊也问保罗要允互伊，所以豆豆调伊来甲伊谈论。过2年。 波求斯维多接菲利斯的任，菲利斯爱处犹太人欢喜，就留保罗游玩北地。
以上下面咱要请本堂的义牧师来讲道，伊今仔日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心目恩主，心目恩主。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世事侪侪咧变化，帮助阮会通心目恩主，随时甲你有好的连接，才会通面对阮的困境，有侪侪好的智慧来解决，帮助阮会通伫你的神甲你的话内底来得到帮助，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互阮会通遵照你的教示来行。你所应允的临到伫阮的中间，也真做阮的保护者。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免。弟兄姊大家平安。可能先甲恁的手机啊吼，拄仔遐有咧震动的吼，甲你的声音甲关静音安尼较毋好吼，所以安尼较避免咧影响。我毋知咱有即个上过法庭的经验啊无？哦，有顶礼拜咧准备即篇信息的题目的时阵，拄仔我准备了，有同工就敲来讲牧师，阮即马当地法庭咧等待即个法官的判决吼，我讲为因祈祷，求上帝互即个法官也有真公正的判决。我毋知咱捌收过即个法院所寄来通知啊无？捌无？无捌嘞，举手一下。话毋讲举手是安怎吼？我嘛捌接过吼，接过时讲拄仔寄来时看到会感觉惊遐，法院无代无志，哪会寄即个物件互我？搁详细甲拍开看吼，即土地吼，因为我。持分的中间，我是持分人之一，有的人付钱付袂出来，所以去互人安怎拍卖啦。我即几个持分的所权人就安怎优先会过买款。看看我都无想要买，所以就甲等的无插伊安尼啦吼。总是咱知影讲，法院寄来通知无一定拢是歹啦吼，无一定拢是歹。伫2017年的时阵吼，伫7月2日，咱的司法部司法院有通过一个，就是国民法官的即个法案。过去的名叫做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的即个法案，后来改名叫国民法官的即个法。如果有一天你若收到即个批吼，可能是叫你讲你正做国民法官吼，即个可能因为你的逐项的学经历有符合吼，佮你是良民你无有啥物款的无好的记录，安尼有可能你会收到即个批，讲请你来做即个国民法官，参与伫迄个陪审团的内底，即个。伫2023年开始元旦就开始会实施啊。所以咱来想讲，做国民的，咱一般检察伫即个审判的素养内底，可能无真够业。当要邀请你伫遮来做一个陪审来审判即个刑事的部分的时阵。咱是毋是当有真正确的一个判断？保罗面对伊受审判的过程中间有真侪只的冤屈，所以面对审判，伊只有面对一个讲我其实因咧控告我是为着讲我咧宣扬即个互世人告我即款的真理啦，就是为着即个伫因认为讲。我所信的，我所传的是迄个异端异端即个歪歌起错的即个道理，总是伫我家己看的时候，我是行伫即位上帝道路。所以当你信即位耶稣基督对死告我的中间，是毋是你的亲祖的人无信主，会对你有无共款的即款的控告，即款的咧甲你告安尼吼？
所以伫遮保罗伊家己面对着即款的互犹太人即个宗教的领袖伫遮来抗拒，伊的心感觉有当时啊，伫迄个耶路撒冷的时顶话，咱有讲即声可能无性命，得要死啊。总是咱倒转去到伫顶礼拜，也是顶礼拜，老牧师也是牧师所讲的当伊感觉伊面对着即个生命的终点的时阵，上帝甲讲袂啦，你袂死啦，你搁要去罗马为着我来做见证吗？总是讲了咱看讲有40个人，40个人就蛇讲安那，若无互死，阮就无食无啉会记要。所以当因面膜甲遮个大祭司甲遮个长老，拢伫遮做伙参详了后，讲好啊，应该是万无一失啊。等待伊带保罗出来时，就要互伊无性命。总是无拍算，顶礼拜有讲到啥物人有听到即个消息，然后去通风报信，啥物人？保罗的外甥我查一寡资料，检测是因外甥的老母，就是伊的姊妹有可能是大祭司家族内底成员呐。但知影讲有即个风声出来，所以就叫保罗伊的外甥赶紧去通知官方。然后咱知影讲顶礼拜所讲有派步兵偌济，有派当枪手偌济，甲即个骑马偌济，会记袂？还是拢袂记了了？200，搁减700安尼偌济？47当然还佫有其他的所以你也看讲部下即个天罗地网安尼伫遮要来安怎固守保罗？遐看上帝就伫迄个中间甲保罗讲：你毋免惊啦，我会甲你保护，你袂死伫遮你会搁去罗马为着我做见证。这是咱过去咱面对即款的保罗面对伊的诉讼、伊的判决的时阵，伊要安怎去面对？伊的性命会通继续袂？咱来看讲，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判决的中间，也是讲审判的中间安怎影响到遮的祭司头？甚至咱知影讲，搁来民事搁袂赢，即马要来搁刑事啦所以有请啥大祭司，有请啥物人？请律师啦即辩护师即个若伫现代中文译本咧翻译叫做律师啦即马本来应该告袂赢，即马开始请律师是啥物会影响人的心即个真理若歪错去就偏差开始就要互伊死要危害别人的性命。第一，咱讲保罗伊面对即款的困境无影无一只，佫甲讲甲有影安尼伊面对即款的弱势，伊变怎家己伫遮来辩护互伊心神会通稳住，无则会通影响伊对上帝甲上帝的倚靠甲伊的关系。这是今仔日咱的目的，要对即段圣经咱来看见即个拄仔讲，如果你若是互选着做国民的法官的时阵，你是毋是通有真公正的判决？安尼咱先来试看觅看你的判断力来，咱来看这到底即台火车即台即个普悠玛好啦是入去山洞，还是出山洞？你感觉是入山洞的举手者？好来，你感觉是出山洞的举手者？你感觉出山洞的你目睭搁小可黏者？到底是入山洞还是出山洞？真个搁黏者？你有感觉黏者变出山洞，还是黏者变入山洞无？兄弟姊妹，有当时咱看目睭看袂准我无爱甲恁讲答案，因为这无啥物答案。因为你目睭黏者才变入山洞，目睭搁黏者出山洞。
所以有当时啊，凭咱家己目睭所看的吼，无法度真正确的判断的。啊，如果你若是一个做审判的人，你有法度伫遮有真正确的一个判断啊？可能一个问号。所以伫遮咱看久目睭会火去啦吼。啊，所以伫遮有当时咱要怎面对讲，咱生活的中间，人咧对咱所讲的话是毋是真实？是白布要甲你捏甲乌，也是你真正面对着即款的即个罪状。啊，即个大祭司对辩护律师，也是讲迄个控告的即个律师吼，原告啊、原告的即个请律师安尼吼。啊，保罗伊无律师啦，只有圣神做伊的律师，吼，为着伊帮助伊伫遮家己来辩护安尼吼。所以面对即款的，可能你感觉无公平的时阵，你要安怎去面对？啊，我搁上帝啊，上帝你帮助的啊。哦，所以你若有法庭的经验，我捌去过一遍啊，但是迄遍是要法院来买华派的厝啦，毋是去用告安尼啊。为着教会我这教会要买即个厝体伫遮后来有标着安尼吼，总是迄毋是讲互人告安尼吼。我相信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你嘛捌有即款的经验，你要安怎去面对？要帮助咱会通赢过即款的一款遮的困境啦吼。头一个，咱要对遮个控告伊的人，伫遮讲头一个偏心，就是伊的心偏离上帝的真理的时阵，咱知影讲伫遮个大祭司遮个经学师，也是讲遮个长老甚至遮个犹太人，因拢有一个心，就是讲好啦，春办互死啦。哦，敢有迄个40个讲我咒抓，阮咒抓啦，保罗无死哦，我就无食无啉安尼。所以安怎？心意真坚定吼，所以当人若偏离伫上帝的真理时，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对无？无迄个道德伦理无迄个是非啦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5日后，大祭司安那尼亚甲几个长老就安怎来请即个帖土罗来做辩护律师吼。伊是啥物？伊是要来告的哦，毋是要为着因家辩护，要告保罗，告到有死安尼就对啊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帖土罗伊是一个希腊背景的人，所以即马因为对付保罗是罗马人的身份啊，犹太人较少即个辩护律师啦、辩士啦吼，像辩护士吼，伊这是爱有智慧，过来呢爱写诉状，也是告状。所以伫遮因就专门吼，对耶路撒冷来到伫该撒利亚。耶路撒冷本来是山城，即马如果若准你吼，准你有对牧师去以色列的吼，会记袂？头一暝就是带队，还是拢袂记了，就是带该撒利亚吼。了后伫该撒利亚即个海港，伫迄个边仔伫遐来游赏安尼吼。所以保罗就是对耶路撒冷迄个人带到伫该撒利亚，伫遮来控告。大祭司遮犹太人请帖土罗即位辩护律师，就是要来告保罗吼。所以伫遮因为刑事的问题吼，民事就是讲对民间的遮个法庭，也是讲犹太公会告袂行。后来因为伊有即罗马人的身份，所以得到上帝派千总派遮个八总伫遮来保护来看顾伊吼。所以后来将即个案件送到该撒利亚，到即个总督菲利斯即个所在。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辩护律师吼，白布捏甲乌白讲对无？有当时为着要胜诉吼，要赢吼。所以不择手段，所以咱来看即个辩护律师帖土罗安怎讲，安怎抱即个法官啦吼，伊安怎讲？哇！你的德政，互阮逐时阵、逐位拢安怎感恩不尽安尼啦吼。其实你若去查考即个背景、历史的背景，你就知影讲，伊咧讲的拢无影。哇！即个菲利斯你足好诶啦吼，伫你的执政的中间吼，阮的日子拢过了真好势、真太平，拄倒兵。
如果你若去了解即个菲律师伊做总督的时阵，伊用较残忍的方法去对付遮个想要作乱的遮个犹太人。伊用无正当的手段来占别人的某，成做伊家己的某。所以迄个屠西拉，就是伊用较无好的方法，伫遐人侵占，然后带过来安尼吼。所以其实甲帖托罗即个律师讲的仆伊吼，根本都拢无影，拄啊好颠倒兵安尼吼。所以伫遮你也看因公开伫即个法庭的中间来做假干证。帖托罗伊控告保罗有大概三点，头一个就是讲这真危险的人物，伊好参像即马咧流行的即个瘟疫着济啦会影响人引起人会即个作乱。你知影伊讲这真要紧无？即个就是讲犹太人伊若作乱，罗马政府特别遮个总督伫管遮个区域性的安全的时，因上惊啥？犹太人伫遮来反叛来作乱。后来其实后来有发生着即个犹太人的即个革命后咧伫后壁所以你也看因伫主事者，因是上惊安怎？犹太人伫遮乱乱就会影响着伊的官位咱看后来即个菲律师遮个总督，就是因为即款的关系伫遮落台。所以公开伫即个法庭的中间来做假干证，遮个大祭司、遮个长老嘛知呢，应该知影呢，总是因甘愿犯着10条戒中间安怎做假干证，搁有咧害死人所以伫遮咱看讲，当人若无照上帝真理的时阵就走蛇去啦，啥物代志就拢做会出来你做宗教领袖，你若讲即40个要拍保罗，伊嘛讲卖害伊性命，还是安怎？拢毋是啊，对头到尾就是要互死，因为因感觉因所想的达着。第二，咱看讲贪心啦，人嘛偏离上帝真理，好亲像蛇吞象对无？人心好像蛇吞象无法度去满足伫遮咱看讲即个帖托罗伊伫遮暗示，就是讲要告即个保罗，讲伊就是即个作乱咧引起犯罪、引起动乱的即个拄仔我有讲罗马人因足惊犹太人来作乱，所以伫遮咱看菲律师就透过安尼，根本保罗就无啥物遮个证据，无啥物遮代志，总是伫遮咱有看讲菲律师来，不然你安怎？提前来讲，尽快来讲咱来讲提前你着提前来讲你着金仔角尽快来讲安尼对所以伫遮圣经讲三番两次，常常着叫保罗讲来啦，我听你讲的道理其实到尾也讲你着提前来甲我学习安尼可能我着安怎？放你走，所以过去咱知影讲无共款的国家拢有即款的情形，拢有钱安怎判生啦，无钱咧，这是即马应该较袂吧，总是嘛是加减搁袂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面对咱过去咱咧生存的即个环境时，常常有听到即款的代志你无钱的，你就是关甲互你生杀母啦。关甲死伫即个角内，总是你有钱的，就安怎疏通者乌西者另外即摆有足侪拢还佫关伫内底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见第三是安怎恶心啦即伫控告保罗讲这就是作乱的一个头目一个首领之一所以你知影讲即个会对保罗有啥物款的影响无？这若对罗马政府来讲作乱的死刑，所以无话讲所以你也看伊咧控告遮个点头一个就是安怎伊是好参与瘟疫，过来伊是作乱反叛的一个乱源，所以这拢爱死的。所以你也看伊每一条的控告的背后，就是要互死啦，无互死袂使安尼啦
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透过遮个团体、遮个宗教的领袖，佮请律师伫遮来辩伫遮来告就是一个念头，一定爱互死无死袂使。所以因伫因的这内心有侪遮个，就是讲这是民事啦，就是讲进前咱知影伊用即个污秽圣殿，你带外邦人去到伫圣殿会记袂？进前总是过无成嘛后来伊就负责讲互其他遮个可能违反律法的，爱甲因出钱去做洁净的礼仪安尼会记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内心就是安怎有遮个特意要伫遮来互死，所以伫遮污秽圣殿，带外邦人进到伫圣殿，违死刑。所以你来看，对无论是伫公会、伫迄款的民事，也是伫刑法即个刑事对罗马政府的即款的控告，拢是要互死啦所以招拢是要拢就是要互死所以咱看讲，哇，遮个人实在是心掠瘫痪，都是无死袂使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袂成对分化的中间，非利士无你也看讲即个前总卢西亚，强强对阮的手伫遮甲抢去安尼啦拄啊颠倒兵对无？咱也知影讲保罗伫迄中间强要互遮个人拆食落腹五马分尸加在有啥即个前总卢西亚伫遐，因为互遮个撒督该人甲法利赛人，保罗上帝互伊有智慧，用一句话引起啥？互因两派伫遐对呛了，伊安怎抽身而退伊因为伫迄个过程中混乱中间前总就派人来保护伊，然后甲伊安怎保护入去伫迄个营区内底，安尼伊当袂互遐个人拆食落腹。所以你看，遮个人因就是心来讲好啦，就是要死无伫遮菲利斯总督你叫伊来问看觅你若甲审问落，你就知影讲迄个缘由是安怎，即个原因是安怎你啊看，遮个人因一个真要紧，人若无捌上帝，罗马人书第1章18、19、32节，迄个第4项的对倒就是安怎？无道德、伦理、亲情亲人嘛太累安尼啦所以伫遮咱看，免怎面对着咱迄款的困境的时阵，入侵不仁的时阵，也是讲真残酷的一款的残忍的手段的时阵，也是人对你伫遮来控告你，无影无一只的心，白白步要甲你攆到或是你要哪伫遮来面对，互上帝来对你来伸冤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头一个就讲，你对上帝即款的信心，保罗透过法庭、透过民事也是刑事的过程中间，伫公会也是伫菲利斯总督，伫遮总督的面前，伊安怎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伊就讲，你着调查就对我来到伫耶路撒冷，毋但安怎12天尔，要安怎讲引起遮全世界的犹太人伫遮的动乱，所以因咧讲的无影无字只安尼所以保罗伫迄个中间上帝佫甲伊讲，佫甲伊帮赞，互伊有一个心甲伊安导，好是讲你袂死伫耶路撒冷，你袂死伫遮啦，你嘛袂死伫即个即个该撒利亚，你还佫爱为着我去罗马伫遮为着我来做见证，安尼表示讲上帝甲伊保证讲，即个困难你会脱过安尼第二，咱看讲，伊无有迄个私心啦，伊拢是为着上帝的义，伊要伫遮来传福音。伊只是讲一个真要紧的，种相信耶稣是救我的主，伊敢若传耶稣是救我安尼那点，所以互遮犹太人恨甲入骨安尼所以一定讲行到地就对到地，到尾就是安那春饭要死的。所以伫遮咱有看，保罗伊是照公义、照良心伫遐来咧行，过来呢，伊来到伫耶路撒冷要做啥？我是早顶教会奉献，要伫遮来诊治
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我照我的信仰、良心伫遮来做，我照摩西的律法，我照这个信仰、良心伫遮，你要看我即马即回来是安怎？我来早奉献，要来赈济，救济就对啊，要来赈济，要来帮助遮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伫遮我并无伫遮来引起遮个动乱，也是讲我入去圣殿，我伫遐入去会堂，伫遐咧就是讲引起人对即款的犹太教的一款的一个反叛安尼啦所以即不过是咧传耶稣基督高外福音，因为安尼造成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伊彼此即款的一个纷争嘛。所以这上帝互伊有即款的智慧，伫遐来讲啥物款的话，伫法庭、伫公会爱知影安尼讲啥物款的话所以保罗伫传福音，无论是伫帖撒罗尼迦的书信，还是讲其他的书信内底，伊拢咧讲几项。头一个就是我对即位上帝的信心我安怎忠心相信。第二即个信仰内底有带有上帝的疼，因为上帝是疼的源头，阮只不过是迄个源头的管道，然后将即款的疼来祝福互遐个有需要的人。总之，最后咧讲到死人果就是一个永活的毋望，一个对未来的毋望。所以你也看保罗伊伫伊的书信咧写配过程中间所要传达的，拢有信心，有安怎仁爱，阁有毋望。毋望是现在一直到未来安尼后来第四个就是讲心无旁骛，也是讲心神毋主，就是讲伫迄中间无啥物会通影响你。来跑走上帝为着你所备办的，因为伊知影上帝甲伊三个同在，检测拄着遮个困境，迄个性命要煞，总是上帝有愿保护、看顾伊，甲伊三个伫地，所以保护伊脱离伫遮个犹太人的手，脱离伫遮个总督的手，互伊会通安怎关难过安怎？关过每一个难关拢帮助伊有智慧，讲啥物款的话，有遮个资源伫遮来帮助伊。好亲像咱最近咧读尼米记对，因咧读第4章进前咧油头革面，迄个王讲你是安怎油头革面我着安怎阮的祖先的墓啦，耶路撒冷的城墙拢受毁坏我的心艰苦啦。伊着先甲上帝求呢，上帝着要讲啥物话，所以伊一开喙，王着互伊安怎通行证诏书互伊圣旨过来互伊啥？无我遮有啥物木材，你看你要用偌济，你拢会通去用为着遮个城墙，为着伊所要住的，所以你也看上帝若甲咱三个同在咱就有够遐个资源，所以保罗无因为遮个困难伫遮来停止，伊就继续安怎好行撞袂因为讲哎呀，即摆有拄着一寡困难，所以我安怎放下即款的福音的事工。我常常提醒上帝安怎帮助你、祝福你，你即摆较无用较无用毋通怎安怎放下上帝即条祝福的管道，若无会阁怎用？安尼了解所以有当时我常常咧提醒同工即摆互你本来用，互你较无用你即摆无用的时阵，阁安怎甲即条管道讲好牧师我休困者安尼我咧想讲，我有一个感动，我着提醒你即摆较无用若迄个管道甲拔掉，会变用呢？安尼你家己选择好毋好所以我有当时我会提醒，选择权是在咱每一个人，总是你是安怎伫遐来选择所以保罗伫遮面对着遮个控告，面对着个人叫伊爱乌西有钱判生，无钱判死保罗安怎伫迄中间有上帝对顶头来一款的勇气、智慧，互伊继续伫遮为着上帝的道路伫遮咧跑走，互伊会通为着主大发热心，袂惊死惊无命。做好安尼我莫讲，我莫传安尼，无啦，就是伊继续帮助
保罗会通勇敢去面对，这嘛，互咱真啊足甘心啊，为着遮个宣教师，因古早伫传福音的即款的环境吼，真正是无好啦吼，啊来到台湾吼，啊搁面对着遮台湾的民情，有侪遮个攻击吼，马街也是讲啊，伫即个南部或者马雅国吼，等等遮个宣教师吼，因好亲像保罗上款，面对困境，因犹原安怎继续伫遮来军队，无迄个因为遮个问题、遮个困境影响着因继续伫遐来军队做，所以因嘛犹原心神伫遮来仰慕，伫遮来倚靠。即摆第二就是讲，上帝互伊智勇双全，就种有智慧，也佮有勇气。你有智慧，若无勇气，你毋敢做啦，毋敢传啦，惊歹势啦。我邀请咱做伙咱来唱首诗歌吼，求上帝来帮助咱吼。检采你伫这困难做伙起立吼。检采你是拄当面对着好亲像保罗的角色，伫迄个弱势、受困着、受控告，你毋知要安怎行。这段圣经要帮助咱透过保罗，提醒咱无论是伫顺境逆境，主拢甲咱三甲同在，伊有相信主甲我三甲同在，所以主。互伊每一关都通经过，伊就用一个吞忍、听候相信。咱做伙用这首诗歌直接来回应吼。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来到主亲吻无阻前，当你灵命稳定到我眼，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歌迷淡的。我的梦。
主，阮要听候你，听候你的心意，听候你出手，听候你的意念，因为你的意念远过阮的意念。检察阮拄当面对阮人生的困境，毋知要安怎面对，毋知要安怎继续行。总是主你总有你的办法，总有你的念力，总有你伫迄个适当的时，为着阮伫遮来保护、来看顾，赏赐你一切资源，为着阮伫遮来效力。愿主透过今仔这段圣经帮助阮，阮深深来仰望你主你的恩泉。愿主来祝福，互阮，毋是干那面对这个世代，面对永活，求你来帮助阮。拄当阮有一天，阮要面对你来临的时阵，阮通好胆无惊吓，安然甲主相甲伫地。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是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关心。主你怜悯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主，我们伫你的面前来悔改认罪，因为阮常常用家己所有限的知识来做出判断，互着主你的话语比较内心无平安。主，你讲，你家无伫挂虑，万事多万事着透过祈祷、感恩。将一切所求的摆咧伫上帝，上帝要将一切平安甲咱所求，透过基督耶稣保守咱的心、咱的念头。主，阮感谢你，主，这时我们用阮所献的金钱时间来献伫主你的面前。来成做圣工的路用，恳求父上帝欢喜来降临，祝福所有事工一切推动顺利归人跟主，祝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恳求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愿伫咱中间做来敬拜兄弟阮医院姐妹，毋知伫倒位
阮林燕姐，这后边吼，咱家己欢迎吼，欢迎来说。蔡春玉姊妹，蔡春玉姊妹，蔡春玉姐妹，毋知伫倒位？有无？来后边来欢迎吼。来汤新白弟兄吼，汤新白弟兄，请你起立有无？伫咧中间。汤新白弟兄。有无？后壁吼，后壁吼，咱家欢迎。来，过来，王文宏兄弟甲江春的姊妹，伫遮吼，咱家欢迎吼。有个楼顶有个头一遍来无？好像没有。新鲜脸安尼吼。好啊。先来给欢迎一下，好不好？吼，我们欢迎他们吼。老店哈，老店，看有当时新鲜脸安尼啦吼。好，其他若无咱来看周围消息。咱今仔日这个主日是感恩节主日啦吼，所以咱看这插会后金龟后迄个吼，逐样拢有吼，表示上帝赐万米互咱吼，为了咱来效力，咱来回应上帝有这款的感恩吼，毋是干咱今仔日感谢吼，每一日拢爱感谢，拢爱学乐吼，咱明年的头一遍的圣礼典已经有人报名要设立吼。头1月初3，咱伫明年头一遍举行圣礼典，若要报名设立，伫12月20之前，甲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要正到伫2021年吼，咱的教会主题是在家有爱，爱你幸福。咧征求这个周报方面，如果你若对这方面有一寡文书，你会通来设计。伫11月29进前，将这个稿件交互分局长老，咱到伫后礼拜来截止。咱后礼拜开始就正式到伫台港节足紧的吼，因为就要圣诞节咯所以伫遮有安排遮的同工伫遮来做这主日每一个台港节第一主日、第二主日遮的安排有要点职的请咱遮同工注意恁安排的时间咱的医疗关怀应该倒转来咱会通透过安尼来祝福咱的社区。圣诞节就会想着啥？圣诞歌嘛圣诞歌咱若有需要，你当登记一个15块，你会通设定对象送互你的要互伊一个亲人朋友袂信主的登记到伫后礼拜来截止。咱若报名拿手机当网红即个手机来报名的伫11月28即个拜六来开课请恁注意超过1遍两遍无来迄个保证金就奉献协会恁若拢有来，保证金就会伫遮退下啦当然你要奉献协会嘛会使这老年资深的这部分已经名额足踊跃的，所以名额已经无留一寡名额青年或者较少年的安尼所以伫遮请咱若有意愿的这青年会通伫遮，咱请这真好的老师来所以会通报名会通报名咱做伙伫遮透过这手机毋是干那伫遐翕相安尼会通透过手机伫遮来传福音咱社区暑假对11月18开始伫1楼咱有书法咱上台有书法国画即个展览拢写了真水袂歹所以伫遮咱会当去甲参观，甲留一个名甲因鼓励，甲因祝福咱
具体消息吼，请来关心韩淑娥姊妹黄腾辉兄弟因夫妇的第三公主黄建伟兄弟，伫10月15伫南非过身啦吼，享年46岁，求主来安慰因失去即个囝儿的哀伤吼，求主来安慰。第二组的吴林淑婉姊妹的老母彭善良娘姊妹嘛是伫11月12过身100岁哇，这过岁数伫11月27日要举行告别式求主由愿来安慰遮的遗族。过来就是咱邱丽华姊妹丽华姐伊的老爸邱玉林兄弟，伫顶礼拜四啦早起蒙主文调早起5点外牧师甲卫生长去处理，有定伫即礼拜六因透过丽华姐关系，咱来服侍伊的老爸伫早起8点，桃园殡仪馆至仁堂举行入殓，9点下路伫遮来火化，了后咱下昼1点倒转来伫教会为来做即个别礼拜了后到伫家人的南营公墓举行安放的礼拜。整个听书，请咱做伙伫遮来关心代祷甲参与来祝，因为伊的小弟也是有小妹，抑佫有无信的咱透过安尼会通祝福遮的因的亲人好，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两遍，做伙来。我伫即个家己练习，就是对上帝、对人常常存无愧负的良心。使徒行传24章16再过一遍。我伫即个家己练习，就是对上帝、对人常常存无愧负的良心。使徒行传24章16节。最后，咱来吟祝福诗，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才来起立。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同心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想诉恁对死过活的关联，赢过黑暗的关系，互恁心灵会通得到自由。天父上帝，继续用你的听伫遮来吸引阮，会通伫遮心神응主，无看路，无批判来跟对你，也愿主圣神时时感动阮，掠条真理，互真理伫阮的内心，互阮面对阮人生困境，靠主得胜，
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免。阿免。请坐，别倒。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所有咱彼此来请安啊，所有咱一礼拜拢充满上帝恩典。